他们讲前辈讲，当时苏武辽道的人来台湾的时候，一贯道半壁江山是新一组，求道交功德会到师母那边去，何老前人是所有的祖先加起来都不到新一组的一半。为什么？或许跟他讲，当初张武前老前人的时候，在中国，因为他不是在天津就设立一个新一行，之后他就要渡了一个叫夏前人，叫唐寡妇。唐寡妇他打算非常有钱，应该是天津第一首富。他说谁如果可以渡到这个人，功德不一样，因为他经常会布施施周钱财，他人非常有慈悲的心，但是他因为很有钱，会在抽鸦片。结果邱老前人讲说，我来渡他。他说你应该不行。他说没关系，我求老母慈悲，我每一次去我就求老母慈悲，他渡上去。结果夏前人渡上去之后，听完三宝回去，就跟家人讲说，我现在要吃素了，我要戒赌。他用绳子把他绑在椅子上面，整整20天。可以讲说大小便、眼睛眼泪啊，很痛苦的，因为他抽的是鸦片，鸦片是最难戒的。一夹鸦片了，所以足难靠要改，所以大家医疗都拢办20天，怎将这个鸦片的毒改掉？伊讲好，我要来修道，去参加3天法会。3天法会下来，他说我要舍身办道，我要立起口业。他回去把他的儿子叫过来，把他的下人都叫过来，儿子这一份给你，这个财产是我先生留给我。那佣人全部把钱花一花，我所有的钱线1毛钱都没有，1毛钱都没有。结果他说我要到东园开发，没有钱呢，到处凑一凑，去租了一个小小的房间，1、2平的小房间，才直接拖书一改店，每天从早到晚坐个板凳，腰板打直，度化众生。度多少人不知道，3年多，单单去口人员超过5000人。那时候圣考宾圣前人也是那时候得到夏前人度化，就圣考宾是一个那个面糊公司的总经理，他求道之后，知道道的宝贵，他把所有的公司的股票钱都捐出去，跟他领得。因为他听到老师讲说，你要大舍才能够大爱，他就把他的财产全部都捐出去，2年多就把它住在佛堂里面，就开始在东北开花。我们何老前人的银宝石是谁？有没有人知道？有没有人知道？何老前人的那个银宝石，它的原来是就是我们圣考宾圣前人。那或许为什么讲这样子？当圣考宾圣前人就在东北道办得非常红的时候，因为中国不是沦陷，结果当初我们张老前人还有邱老前人，他们都被抓。那这个中间里面，前面因为夏前人3年多他就归空了，他说从来没有看过这种形象。那个他要出殡的时候啊，晴空万里啊！他出殡的时候晴空万里，包括在天津的天真总坛里面，夏前人回来迎堂，他说他归空了。那个整个哈尔滨的那街上，全部跪满所有的道亲，送这个大菩萨，他受封为德慧菩萨，亲口就5000多。好，结果中国沦陷的时候，那个我们圣考宾圣前人刚好在天津的天真总，那听到我们那个西地三圣被抓，很多的前人被很多原来是被抓了很多人。他说要等一条最大尾的，就是圣考宾圣老前人，就要等他。你来的时候用你的命可以换掉很多的道亲，让他们回去。就圣考宾圣前人
得到消息的时候，就跟天人总团报告，他说要回去。当初吴季老前人也刚好在天津的天人总团，吴季老前人送他到车站的时候，吴季老前人跪下来求他说：“圣前人不要回去了，不要回去了。”他说：“不行，我不回去的话不行。有这么多的候选需要他来救他。”结果圣老前人回去之后，回到那边，当然也放一些出来，他就跟他讲：“来，画个圆圈，啊，年轻人不要怕，打这里就好，心脏这里一枪就好了，不用担心。我是杀头枪毙，我告老还乡，我们明天再见。”一关道里面，今天为什么共产党这么怕一关道？成百上千的真正修道的，牺牲他们的生命，牺牲他宝贵的生命，换取所有一贯道。今天新力组为什么能够做？因为有新力三圣，有新力五圣。何老前人今天为什么办得这么好？这一种道统的传承，我们知道基督教圣人钉在十字架，你知道新力组有多少个前辈为道牺牲的奉献？我们还不好好修，我们对不起我们的老前人，我们对不起我们的前人，我们对不起我们师尊跟师母。尤其师母老大人，后来因为中国混乱，他就到香港去。5年之后，那个韩道长就派人用飞机把他接过来，因为他是用经济接过来，所以我们师母老大人到台湾的时候完全没有身份证，他是一个外来人口。所以当初师母老大人居住在台中的时候，所有要见到师母老大人的人，都会在佛堂立愿。那当初师母老大人在世的时候，因为我们要申请灌到合法成立嘛，那时候师母老大人指示我们道场说要有张佩正老前人去跟政府官员接洽，来办那个一贯道的那个合法化。那因为我们之前不是来台湾的时候，我们不是有很多关考，刚刚我们副前人在讲，以前不是像候选的舅公家里面的那个活像，在办的时候拿出来，办完就是放到那个立安那里面，要藏起来，因为不敢，因为那时候抓的很严重，当初在传道都抓得很严重，尤其在1963年的时候，候选出事的那一年，政府下达命令，所有的警备总部、所有的警察对一贯道全部封杀。当师母老大人听到这一句话，师母老大人从晚上一直磕头，磕到凌晨4、5点的时候，然后我讲说：“你不要哭，你不要磕了啦，这是我们的道义，上天要考我们，真道也要真考，你不要抠了。”师母老大人说：“不行，我不抠不行，道。”所有的罪，师母一个人担，希望他的徒子徒孙能够真心办道，希望道务能够活长，他牺牲生命没关系，求老母慈悲，他就不起来，一直抠。可老母说：“好了，你不要哭，你不要抠了，我答应你。”我们现在现在道务能够道传80几个国家，道务这么弘长。这些老前辈、师尊、师母所定下的东西，看多么的尊贵。这是后学的道长后学的道长，因为今天没有事情，后学不能讲这是后学非常感谢我们道长写的这个大学习大道。后学的经商，都是因为这一个大学习的大道。或许把它请人家写，放在后学办公室。那现在或许没有做生意，把它放在后学的佛堂。这个是一个修道者，他说明德是明心，心理度众生，至善不善任，知止复练功，定静心平止，安利妙之身，德智灵光现，大学即言通，本物无太起，末起望入身，事务所当作，终始如一行，
先礼后气象，支持己道成。格物不本体，知之心性本。诚意除妄念，正心邪不生。修身之也满，其家班人成。治国治未果，敦化天下平。这是候选人前人，他今年99岁了，还可以上台讲课。一讲站3个小时，都在讲课。那这个不是今天讲的候选，候选要讲的是当初在民国70几年的时候，师母归公10几年的时候，这个是潘华林道场。潘华林道场也是跟我们那个谁，我们新义的那个三圣一样，他来台湾之后，他也是被他的家属就说根本不孝顺，因为什么？他渡了那个比干大仙啊，他总共捐多少土地你知道吗？捐了10几家土地，50两黄金，渡了比干大仙，结果他被他家人骂我不孝子，因为他来台湾开荒之后，跟师母老大人说我要回去，我要告老还乡了，我们明天再见。他从台湾回去被枪毙，后来他的弟弟啊，骂他不孝子的弟弟啊，他说我哥哥有智慧，他说共产党下来之后，所有东西都冲突。我哥哥竟然会把所有的家、很多的钱、很多东西先献在道场，功德无量。不能讲这个是高兵才高前人，因为后学是因为到高前人那边上课之后，然后才上完课之后开始吃素，然后求道清口的。后学感恩高老前人，后学讲他的过程。高老前人从山东北出来，跟新义祖是有关系的。出来的时候，总共有13个人，在途中全部都走了，只剩高老前人一个到台湾。他走的时候，他有一个女儿6岁，一个3岁，还有肚子还有一个小孩。而他的哥哥，共产党每一天1个礼拜去3、4次，然后逼着他的大哥，他说：“你弟弟去哪里？你弟弟是反叛分子，要枪毙。”结果害得他的哥哥上吊自杀。结果高老前人回到安东去的时候，要去度化众生的时候，后来回去要办的时候，他的侄子就指着高老前人说：“我恨你，我恨死你啊！我绝对不求1贯道，因为我爸爸是你害死的啦。你怎么来跟我求道？3天法会上完，怎么讲都讲不通。”后来那个点燃是没有办法，那时候那个高老前人归空了，结果他就唤出高老前人，他那个什么归空的时候，他的那个办的那个法会，连总统很多人都亲到敬礼，结果他的侄子看到之后就跪下来，他说：“点燃师，我要亲口，我要求道，我要亲口，我要修道。为什么？因为原来我们高家出了大菩萨，我们高家出了一个圣人。我们整个1贯道在整个历史当中，这个洪流当中，我举例给大家听。有人讲说办的第一件，很多人说他办得很好，就很了不起。师父归空没有多久，就有假属师出现了。我看到我们道长在春季大典写的序文里面，他很伤心，边写边流泪。三才乱开沙盘，什么地方是机械，什么地方是机械在什么地方，什么是真正的祖师，家属是一大堆，就很多主线的一个点燃师跑去跟我们点燃，跟道长讲说，道长慈悲，道长慈悲。那别人是机械，我是面线还是铁线吗？道长讲一句话，我们延续金公祖师师尊师父，我们老前人我们点燃是求了这个道。道真理真天地真，你真心修道，今天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代表的是师尊师父的本体。不要看清我们自己，我们是未来我，所以我们道长再次的讲说，是活的请站起来，是活的请站起来。我们为什么不站起来？我们的灵性跟火是一般，即心即火。我们还没有修到火的正等正觉，我还没有平等心，但是我还在修持，在这个修持的过程当中，我不忘上天的恩典，不忘上天达悟的恩典，我们师尊师父的恩典，
我们的点燃师、我们的引导师、我们的老天的恩典，我们不需要，我们怎么有面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得到的是至尊智慧的保障，是用金钱再多钱都买不到的。郭姐今天报告到这边，我不一样的地方，郭姐说过。大众集体。感谢讲师慈悲，贫道鞠躬，坤道鞠躬，感谢讲师慈悲。